家烦恼对委内瑞拉封锁甲斩首的战术，中国会有样看样。台湾伫美国的侨胞目前人拢平安。中国网络攻击台湾的关键设施，包括能源甲病院等等，野关落拍，尤其重要庆典甲政府单位，网络攻击会增加。天空工业区火灾废弃物炭烧，有要求爱清理，了未清了就火烧。环保局讲，若是造成空污，都会来裁罚。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赶紧来关心美国查匪大规模攻击委内瑞拉。今仔日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甲因牵手已经放押去纽约。美国用毒品、甲恐怖主义等等的罪名甲伊起诉。然后委内瑞拉咧，川普宣布美国会来接管中正石油等等的基础建设。而且由委内瑞拉的副总统罗德里吉斯来替手做新的总统。透早2点，委内瑞拉首都加几落的军事要地传来爆炸声音。同一个时间，美国三角洲部队地面行动，伫乌提纳布军事基地，将捆绑中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甲伊夫人押起来，押送出境。轰炸行动半点钟了结束。要让川普伫社群媒体放一张相片，是马杜罗被铐手铐带走。And the force was over the water at 3:29 a.m. Eastern Standard Time with indicted persons on board. And both Maduro and his wife were embarked aboard the USS Uwajima. 几点前后，马杜罗被押送到美国纽约伫布鲁克林的看守所。美国司法部讲，马杜罗面临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等针对美国的罪行，已经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总统川普甲国务卿鲁比欧也伫尾下记者会宣布，会暂时接管委内瑞拉。How long do you expect the U.S. to run Venezuela, and how soon do you want Venezuelan people to hold elections? So I'd like to do it quickly, but it takes a period of time. You know, we're rebuilding. We have to rebuild their whole infrastructure. 川普讲，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宣誓就职正式卸任总统。56岁罗德里格斯是马杜罗政权内面地位上悬的人物之一，伊还阁兼任石油加财政部长，掌握国家的经济。虽然之前路透社有报道讲，伊已经去罗西亚，掩过罗西亚后任。She's, I guess, the president. She was sworn in as president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S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with Marco, and she said, "We'll do whatever you need." I think she was quite gracious, but she really doesn't have a choice. 不过，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也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马查多，是反对和马杜罗的共党接政权。伊讲国际社会应该支持2024年大选时阵真正民选的合法总统乌鲁蒂亚回国接政权。对此，川普无回应，顶多是搁点名哥伦比亚、墨西哥加古巴这款把毒品运来美国的国家爱较细腻咧。What you could see are air and missile strikes against drug facilities in these countries. When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Colombia, he talked about the drug production facilities. The same thing in Mexico. 这一案，总统就被押去美国准备接受审判。委内瑞拉政局动荡，民众心内拢惊惊，有真侪人天一光就开始排队抢买物资，也有人已经穿好家伙准备要离开。委内瑞拉的未来变数真多。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川普无通知国会，就发动军事行动，掠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佮宣布接管委内瑞拉。咱联合国秘书长是大力批评，国际上嘛拢普遍对这届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展开讨论。马杜罗挂手铐甲脚镣，表情自在，伫纽约的一座桥向执法人员讲新年快乐。这幕看伫过来支持者眼内是特别无爽快。美国首都卡拉卡斯轰炸了后，天一个光，支持者随行上街路来烧美国国旗。哥伦比亚边境附近看到当有民众大声唱歌、放炮啊庆祝重新得到自由。Prácticamente vamos a estar libres, una Venezuela libre. Gracias a Dios, gracias a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por ayudar y interceder en este país. 国际间除了中国、罗西亚、伊朗加巴西这国家强烈谴责，美国的西方朋友也有日本是大部分强调，国际法甲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爱先得到尊重。The UN Charter was instituted. It has a core principle prohibiting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with very narrow limitations for self-defense. The president did point to his powers under Article 2. He has argued through this campaign that he is prot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vasion by cartels and drugs, and that the Constitution gives him the authority to do that. 亚纳川普政府是不是违反美国的宪政原则，无经过国会授权就动武，而且也无依照规定事先来通报国会，也引发热烈的讨论。民主党籍参议员凯恩初五开始推动参议院就战争权利法案来进行表决，防止川普政府搁再西过国会对他国发动军事行动。 This was not the kind of mission that you can do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on. It was a trigger-based mission in which conditions had to be met night after night. We watched and monitored that for a number of days. Congress has a tendency to leak. This would not be good. 专家讲，川普可能认为武装掠马杜罗呼应美国在1989年对巴拿马前独裁总统诺瑞加的军事行动。不过，当时美军在巴拿马本来就大规模的驻军，两件代志是无同款的。亚纳马杜罗案件若受好的法律辩护，这个案件未来有可能一路跑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川普发动攻击委内瑞拉掠因的总统马杜罗。 美国学者甲议员是拢真烦恼封锁甲斩首的战术，会互中国摕来对付台湾。另外，目前咱台湾有200多个侨胞伫咧委内瑞拉，不过加在人拢平安。车一台算一台，有的排队等咧要加油，有的全要买民生必需品。美国伫初三透早对委内瑞拉首都发动攻击，迄天早起民众也算冷静。伫当地大商讲，其实大家心内早就有准备。 今天有一些超市啊、药局啊，还有加油站有出现人潮排队，但是秩序是良好的，在委内瑞拉人的心中也都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了，那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会到来。咱外交部讲，即马伫咧委内瑞拉的台湾侨胞差不多200多人，拢正安全。因为美国的行动也互大家关心，中国是毋是借这个机会合理化对台湾行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白兰斯认为，封锁加斩首的建设若有一个先例，恐惊会互北京有样学样。共和党众议员贝肯担心，独裁者会用这件代志正当化因自私的目的。民主党众议员肯纳讲，若习近平加赖清德抓起，美国会当讲啥？两岸的这个局势包括这个军事的这些作为，它的难度跟复杂度应该是远超过于美国这一次对于委内瑞拉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目前判断美中关系，我们要比较谨慎。 审慎，那怎么样跟美国打好关系？跟川普周边最重要的核心的权力圈有直接接触的管道，这对台湾来讲是关键。那与此同时，应该也要能够同时能够去稳定两岸的关系。学者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挑战更加大，因为台海环境复杂，又有盟友的监控。 另也是强调，伫法治、民主加防卫能力两件代志是无法度提做伙比。国民党是认为，川普的网络主义加重心退登去美洲，台湾也要做调整。包括美国独裁政权在国际毒品贩运的角色，以及其威权统治造成的人道危机，均已严重冲击区域的稳定。 台湾政府也期盼委内瑞拉能顺利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咱外交部讲会继续甲美国在内的全球自由民主友民合作，为区域甲全球安全稳定做伙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南永康工业区中昼传出火烧，因为现场非法订真侪废弃物，所以火势传了真强。 环保局讲，非法订的物件进前已经甲人移送法办啊，想不到物件还未清了，就发生火灾，然后造成空气污染，嘛会来个裁罚。乌烟大火一直清出，还佫发出敢若爆炸的声音。台南永康工业区中正5街一个空地啊，随时中昼大火，因为现场拢是吨茶塑胶，火炭正紧。有一面这个厂房里面是仓库，还有部分的。 这个汽车有燃烧，那我们第一时间到的时候有布线进去把它防护下。那现在目前那个厂房的部分只有一点点。消防看水线拍火，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200-300平方公尺，火也烧到空地边仔的厂房，厂房内还有路边停我的车，总共5台，有车主接到通报来到现场，看到家己的车拢烧坏去。警察局已经打给我的啊，伊讲这边的火烧，较紧叫我来开啊，我来阵就已经烧起来啊。
规个天顶拢是乌烟瘴气，影响附近的空气品质。根据了解，现场是非法囤物件，环保局进前已经依照废清法，甲土地承租人移送地检署侦办，对查废弃物来源要求清除，不过也未清算就捣毁，伊要求赶紧清。这塑胶物件哦，所以讲哦，咧烧哦，无法度人拍花啦。啊，这顶环保会收啊，环保然后往来放伫遮，租伫遮啦，租几个月啊，等我等就等我走啊。火伫1点钟了拍花，无人伤亡，不过导火原因也搁会调查。环保局讲已经派人完成空污采样，所来会配合火调，若是违规，会依照空污法告发，相关一人罚500万。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男女朋友昨昏去高雄茶山行搭，因为暗内拄着大楼蛇掉伫大石的，加在顺利有甲这2个人救起来。专家提醒，茶山的路线较复杂，若要去，就要查好清楚。确保安全。穿黄色雨衫的查某囡仔伫搜救人员线领下终于行煞呀！一对爱囡仔车衫到高雄茶山海岸的阿人以来散步健行，暗头因为天色真暗，也有海中，掉伫遐，消防甲民间的搜救团体进来救人。一名男性及一名女性意识均清楚，女性左小腿轻微擦伤，现场立即架设绳索拖拉系统，协助2位民众脱困后。自行就医。这查某囡仔无细力落海，互救起来了后，赶到皮皮山，加在2个人拢平安救起来。茶山受山因为瓦群市区，无论平常时也是假日，拢有民众来遮健行散步。也有民众忽视当地地形，也造成这意外不时的发生。木栈道它一定是比较安全的，你再怎么走，你都可以回去到原点。柴山这边，它目前有一些地区是属于安全管制。对啊，那它也比较没有所谓的人工啊木栈道。对啊，那如果说要去这样子的环境，尽量不要单独行动。除了避免家己一个人去，也是偏离原有步道，专家也提醒必须注意鞋仔这装备是不是适合，并且三拐啊。另外，茶山阿人伊是当地海岸线古道，属关位山河大的地貌，唔那悬低落差大，也可能有落石。民众若行这所在，爱更加细腻，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南投有业者申请要伫咧埔里南港溪的水头设立事业废弃物的坑台场。官方今仔日召开头一届的款评，有300多个居民去现场抗议，因为烦恼这坑台场会影响这水、民生，还佫有农业用水的安全，所以要求都要甲这案退倒转去。不予审查，别来找茬。几啊百位埔里的民众集合抗议，因为埔里镇南港溪上游有业者申请要设置需要废弃物的安排场，因为所在伫水源区，埔里民众烦恼拿废弃物的垃圾水下入去涂骹，污染地下水，那呢下游的民生用水、农业甚至观光的产业，拢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地是他们的，但是水呢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共有的。你不能说为了你私有的、你的私利而来，影响我们大家的饮水。我们埔里人现在所使用的自来水源，全部都是来自地下水体。自来水公司它的资料告诉我们，现在埔里完全不用地面水、地表水号和渗浮游水。民众认为埔里的好水全国真出名，加白笋产量也上多。不过台湾地冻真接，而且近几年来极端气候常常地灾性的大水祸发生，无可能像业者所讲的，会用水到100%未渗漏。因为业者伫宽评审查会说明，作为宽评委员认为无多适合重要性、需要性也个合理性，是不是建议家己提案？完全没办法说明重要性、需要性跟合理性，何谈2阶？然后你们把所有的违法通通推到2阶，你们所有的回应通通推到2阶，到2阶再做，那你1阶都过不了关了，你如何能做2阶？以民众来讲，跟这个讲这个闲乐设施，当然都没有人希望设置在自己的家里的附近了。但是在想说，我们要怎样达到双赢，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我们再来做申请。南投县环保局讲，因为这安排场选址伫山坡地，面积是24.62公顷，所以环评委员对着编谱的稳定，也有水质的保护拢有疑虑。依照环评委员投票结果，业者伫3月15进前必须要召开3场以上说明会，并且对这个委员质疑的部分详细来说明，了后才进行第2摆审查。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中国的时阵，侦测到北韩早起向日本海射几啊粒飞弹，日本嘛有侦查到有飞弹落落因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峡的外口。本日7時台から8時台にかけて、北朝鮮西岸付近から少なくとも2発の弾道ミサイルを東方向に向けて発射しました。詳細については現在、日米韓で緊密に連携して分析中ですが、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排他的経済水域外であると推定しています。这是北韩2026年头一届发射弹道飞弹，另一届是去年的11月7日。日本是大声谴责，嘛抗议北韩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威胁区域的安全。今仔日南韩总统李在明去访问中国，初5会举行会谈，到时可能会讲到北韩核主的问题。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北韩可能是要透过射飞弹来引起众人的注意。继续，咱要来看国安局发布2025年中国对咱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威胁的分析报告。其中包括能源、救援、病院、甲通讯团部等等。去年每一天平均侵扰263万件，比前一年增加6%。而且侵扰的时间点除了甲中国对台军演有关联，还佫有重要的庆典、甲政治活动等等，网络的威胁嘛同时咧增加。中国毋但发动军演恐吓台湾，国安局最新发布2025年中共对咱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侵害威胁分析报告，发现中共网络军队对咱国重要基础设施的害侵手法是愈来愈新，尤其像是赖总统520就职典礼，甲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欧洲这重要政治活动，网络侵害活动是明显增加。对这些发动攻击的源头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跟反制哈，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公民单位的治安观念，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要设置相关的治安防护。报告指出，中共网络军队对咱国重要基础设施侵扰数，对2023年每天的123万次，逐年升悬；2025年甚至来到每天平均263万次，比2024年增加6%。攻击手法上需要以软硬体的缺失攻击为主，搁再来是 DDoS、斜角工程的攻击加供应链攻击。在重要基础设施方面，亲像能源、紧急救援，还有病院，另外还有通讯团部拢被侵害。一旦关键基础设施受到影响，那民生就会受到一些攻击，或是人心就会恐慌。所以这个状况底下，那对方当然一定会先尝试去使用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去进行攻击。今日民进党立委新北杨居住地甲工作场所卫生影像，最近也予中国官方媒体里面册甲 YouTube 社公平台公开，这是亲像 Meta、Google 这已经伫司法部要求下，已经确定已读这相关的违规资讯。中共纵容官方媒体威胁我国立法委员，这根本是流氓行为，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慨与反感。另外，新片杨也予冒名发出恐吓的电子邮件，以简体嚟讲要对服务处不利。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这人，吴思瑶已经报警。治安专家呼吁，想要避免中共的网络攻击，要避免使用某一寡地区的软硬体来强化治安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NCC 发布调查报告，资料显示，咱民众用 TikTok 的比例，较去年增加到47.5%。值得注意的是，以16岁至25岁是加上侪，6年来增加到72%。阿头用手机掌握新的资讯，在社群软体爆炸时代，使用方式是800种。NCC 调查有超过80%的民众看过线上共享创作影音平台内容，TikTok 的比例去年增加到4%。IG， 然后 TikTok 就是随便看。抖音我没有用过，因为我平常看那些短影音、小红书啊、FB， 他们那边都会转传。NCC 的114年资讯传播市场报告，看过 TikTok 的族群，以16到25岁成长幅度上大，自1808年的24%，去年已经变成72%。高中的阶段，其实就大量的投入这些网络社群。如果这个平台的一个演算法或商业机制没有去考量到使用者的一个不良影响，那也会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国家产生相当大的一个负面效应。包括青少年在内，用 TikTok 的人愈来愈多，若是内容出现离效不宜的资讯，会有害使用者身心发展。关系离效的网络安全，事先爱靠业者自律，官方是委托民间建立申诉机制，抑个各大平台业者的绿色通道，协助事后做处理。
这些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自律机制啊，而是有发生儿少不宜的这些内容，而没有遵守主管机关的这个通知，做必要的处理的话才会有处罚。我们有时候很难可以立刻知道危险在哪里。所以 iWin 这里还有一个受理申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们其实都会尽力的去沟通这些平台，去做一个对应的一个处理。网络内容防护机构 iWin 所收到的申诉案件，社群平台部分是以色情、霸凌加暴力占前3名。iWin 讲，离校不宜，无代表是全民拢无适合，会继续甲平台业者沟通，推送建立离校的保护机制。因过内容若涉及到违法，只要业者经过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通过，无限期改善，会当罚6万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今仔日全台湾上低温是伫咧新竹县西，干那4.7度、4.8度；台南下营是6.9度，也那高雄、内文是干那7度。礼拜一开始，因为强烈冷气团到位，规礼拜北部日下的温度拢无甲20度，西半部较凉快的所在，甚至可能无甲10度。即间伫台南的正祖的果子园，结真侪蜜枣，毋但甜度有15、16度，即个月下旬就大量来生产。特别是果子园内底要设气象测站，初三测到当地只有8.8度的低温。它会观测的就是有温度、湿度，然后雨量，还有风速、风向，那对我们的实质影响可能就比较容易判断。观测的资料对农民因应气候做农业管理有帮助。若要申请农业保险的赔偿，也使做依据。只是真无简单，测试出日头回温到拜一上班上课的日子，全台湾已过真寒咯，预计要冷到下礼拜6才回温。台北站可能会落在大约是12度或者是11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但是如果有辐射冷却影响的话，不排除会再更低一些。中央气象署统计，测试透早，因为辐射降温的影响，全台上低温是伫新竹的关西工作站4.8度，苗栗地区包含国一也个自桥这所在拢无到6度。因南台湾台南下营是6.9度，高雄内门是7度。中央气象署讲，下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台湾各地较寒。拜一甲拜二，正方面有雨，高山注意路面结冰，拜三转做大冷，尤其是西半部地区一定要注意辐射降温的效应。亚即较空旷所在透早有可能搁再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下一波可能强度相当的话，应该有些地方也会掉到大概6度以下。像今天清晨出现的，也都是在新竹苗栗的山区，就是比较丘陵地的那些地方，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很低的这个温度。台湾最近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气温下降。根据消防署统计，初三总共接到29件非创伤性乌卡案件，提醒较早出门、较晚转来民众要注意日夜温差真大，一定要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家己的夜市买草鱼做的李仔签回去食，不过所发现讲这内底草鱼看落乌乌、烂烂、凹凹，怀疑已经是害去啊。因为业者是解说讲，可能是草鱼伤过9分，加上温汤水温度伤悬才会安尼。所在卫生局会派人去稽查甲了解。用草鱼做的李仔签，一支100块的价销，不时拢会常经过的人客来买。伫家己市的文化路夜市，有人客买草鱼做的李仔签，回去了后，伫网络发文讲草鱼食起来烂烂，而且看起来拢变色去啊，感觉草鱼无新鲜。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对不起，对。然后他有说，就是希望我们也赶快把我们的品质掌控好一点，对。我们也是赶快改善就对了。还生意很好嘞。业者表示，相片内底李仔签看起来软软烂烂，是因为温烫的时阵汤水上烧造成的，毋是草鱼害去。因愿意负责予消费者换新的李仔签，未来嘛会注意制作的过程。卫生局就表示，会派人到现场了解状况。新鲜的水果碰到那么烫的热糖水，它会有一点点软的。有关民众在网络反映在夜市买的糖葫芦有食安疑虑一案，那我们会在营业的时间派人前往稽查。业者强调，李仔签拢是动工现做的，所以可能是草鱼上过色，所以地头的部分才会有乌乌的所在，互人客有无好的感觉真歹势。会来加强制作甲品质的管理，互消费者安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
中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加12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2度至1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